第17章，耶稣阁对学生讲，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总是迄个半岛人的有才会，就是将大木石绑伫即个人的颔棍顶，ฮ็伫海呢，较赢过伊将这细汉囡仔内面的一个半岛。恁着谨慎，若是恁的兄弟得罪恁，就可劝哩；伊若懊悔，就赦免哩。即使若伊一日7摆得罪你，搁7摆倒转讲，我懊悔啦，你总着赦免哩。学生对主讲，求主加添阮的信心。主讲，恁若有信心，亲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即丛酸菜树讲，你着将根飞起来，栽伫海呢，伊也的确听叹恁。恁即阵有萝卜做地，也是饲羊，对田呢倒来，就对伊讲，你紧紧坐落来食饭。减无对伊讲，你甲我有备下饭饭，下大伺候我，等我食啉完，恁才通食啉吗？萝卜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要感谢伊吗？安尼，恁做完一切所吩咐的，只着讲，阮是无用的萝卜，所做本是阮应分做。耶稣去耶路撒冷，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，进入一个乡舍，有10个太高的对面得来，远远的徛地，大声讲：耶稣先生，可怜阮吧！耶稣看见，就对因讲：恁去将身体互祭司察看。因去的时阵就清气啦。内中有一个看见家己已经好啦，就倒来大声归荣耀给上帝，搁趴伫耶稣的脚前感谢伊。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讲，清气的毋是10个人吗？迄9个伫倒落？除了这个外族人，再无别人倒来归荣耀给上帝吗？就对迄个人讲，起来行吧，你的信救了你啦。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何时来到？耶稣因讲，上帝的国来到，毋是目睭所会看见，人也袂得讲，看伫遮，看伫遐，因为上帝的国就伫恁的心内。伊阁对学生讲，日子要到，恁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袂得着看见。人特别对恁讲，看伫迄位，看伫即位，恁毋通出去，也毋通跟地因，因为人子伫伊降临的日子，亲像闪电，对天这边一个闪，直到天迄边。只是伊的确着大声受真多的苦，搁互这个世代弃绝。那阿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迄时阵的人，搁食，搁啉，搁嫁，搁娶，到那阿入方舟迄日，大水就来，将因拢总灭了。搁亲像罗得的日子，人搁食，搁啉，搁买，搁卖，搁种作，搁起厝。到罗得出所多玛的迄日，就有火甲硫磺对天顶降落来，将因拢总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安尼。当迄日，人伫厝顶，气躯伫厝内，毋通落来摕；人伫田里，毋通倒来
恁着回想罗德的妇人人，凡若想要保全性命，的确要失落性命；凡若失落性命，的确救活性命。我对恁讲，当迄一暝，两个人伫一个床顶，要提起一个，放落一个；两个妇人人三角话无，要提起一个，放落一个。学生讲：主啊，伫倒落有这个事呢？耶稣讲：尸首伫倒落，鹰也的确自集伫倒落。